93大阅兵，解放军军容壮盛，训练成果丰硕，全世界都刮目相看。但是解放军再强大，台湾这个小门都踢不开。你看，美国的参议员、众议员、美国的政客、美国的学者，爱来台湾就来台湾，两只脚随时都可以踏进台湾。中国大陆有哪一个官员、哪个学者可以像美国的人这样子随意可以踏上台湾土地？没有。民进党叫你们不准来，你们不敢来，你们不敢来也不敢踹门。人家的民进党的立委邱毅看着当时国民党的法务部部长的门关着，他都会用他那一只脚把法务部的门给踹开。你们连踹都不敢踹，还叫人家统一，吃饱了没事干。整个解放军不如邱毅那一只腿。我这样说很不中听，但是事实。你说国民党要带着台湾民众已经台独化了，台湾民众60%以上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啦，搞不好更高，70%。